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，这日就是锁。这个锁就是钱的意思，像人讲大锁。另外较特别的，就是古早用来拖瓜茶的叫做草锁。一句俗语就讲草锁拖安公，草锁拖安爸。这个意思就是讲老爸若是无友好阿公，后日逝世卖有样看样。另外文音读作锁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锁啊，也就是钱，用超过2个的纤维线合作伙，长会当用来放物件、固定物件。第二个词读作抽大锁，这是一款的运动，分做2队，分做2边，出来抽一条大条锁啊。若是甲对方抽过线，安尼就算赢。咱用一句话来激励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运动会伫要上场，头一项比赛就是抽大锁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锁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